TFBOYS 的王源最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活动，却遇上不理智的粉丝。一名中年男子强拉着王源要拍照，还说旧的照相。谁叫你是艺人？王源全程保持沉默，但因为拉扯踉跄差点摔倒，让粉丝心疼。抢拍照粉丝旧的照相，谁让你是艺人啊？就在这里，我就要照相，西装笔挺帅气现身北京人民大会堂。TFBOYS 的王源却遇上不理性的粉丝，用强硬的方式吵着要拍照。抢拍照粉丝，别拦我，有什么不能合影的啊？有什么不可以的啊？中年男子不断暴冲，还强拉王源的手，害王源一度失去重心，踉跄差点摔倒，而王源始终保持沉默。而最近 TFBOYS 3个大男孩各有各的要忙，像是易烊千玺最近跟周冬雨拍《少年的你》，最新预告曝光，只见他满脸伤痕，脖子被勒住，眼神哀伤，完全抛开偶像包袱。至于队长王俊凯，则是忙着追星。周杰伦18号生日，身为小迷弟的王俊凯特地亲手写了手绘祝福卡，上头不只有蛋糕，还有周杰伦最爱的珍珠奶茶，写着轻轻的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，甚至连上传时间都有玄机，11点18分。3位新生代偶像一举一动都是粉丝们关注的焦点。